越走啊！喂，Hello Gary Jackie 你好，我哋今日係初五咯喎，初五快樂，祝大家初五快樂啊！跟住點行咧？轉繼續直行，又冇行人路㗎。點解冇人嘅？係咪冇人嚟㗎呢度？定係有其他車㗎？我已經搭咗車嚟㗎咯喎。雖然啱啱落車嘅都唔係好多，係嗰幾個人。搭的士啊，就係啲人。換咗第4條底。唔係啊，第3條啫嘛。第4日你只係着到第3條底嘅咋，唔係即係你換第3次嘅咋。你係換3次啫嘛。你因為你問換啊嘛，所以係換咗3條嘅咋，第4日嚇。同啲香港嘅一樣，一條都冇換過佢啊！喂，大型車、普通車，啲人行完落返嚟咯。喂，仲要呢個有一樣呢個，等下先。我應該係行右邊就好啲。哇！就係咧呢個，哇！呢架車，OK，就係呢個呢間酒店咧，我依家係俾負評呢間酒店啊！因為我發現咧，佢咧佢叫自己係 smart 啦 ，smart 嘅酒店，即係佢啲懶係自動化，懶係要應用啲電子嘢嗰啲咧，其實最終咧都係白痴，所有嘢都係垃圾嚟嘅，即係嗰啲全部都係 gimmick，其實都唔係咩 gimmick，但係反而係根本係多鳩餘。你老母係咩啊？唔係嗰首詩係咩咧？第一句係喂，第一句係咩啊？嗰首詩儒家祠堂麻撚煩啊！嗰首你老母係吞拿魚啊！係啊，嗱，首先嗰個 AI 已經係弱智級數。佢就係其實嗰部機就係你幫嗰間 AI 台灣嘅 AI 公司買嗰個產品，佢就內置咗嗰個弱智。
弱智小美西根本係冇鳩用嘅。嗰首詩係啊，周星馳嘅嗰首啊，喺邊度？唐伯虎點秋香定咩啊？魚肥果熟麻撚煩啊！魚家池塘多膠魚啊！咁除咗第一個就係弱智啦，跟住第二咧就係話佢咩都佢係冇，佢係簡約到咧係冇水壺嘅，又冇熱水壺，又冇杯，又冇啷口杯，飲嘢杯又冇淨係你喺攞表攞啲紙杯。